7月5日，乌鲁木齐大屠杀12周年之际，东突厥散非政府组织将在中国驻各国领事馆前举行示威游行。总部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东突厥散非政府组织国际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亲爱的记者们，邀请你们参加7月5日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前举行的纪念乌鲁木齐大屠杀和烈士的示威和新闻发布会。” 2009年7月5日在乌鲁木齐发生的大屠杀，是中国在东突厥散有系统的压迫、同化和种族灭绝的痛苦回忆之一。虽然距离这痛苦的一天已经过去了12年，但东突厥散人民并没有忘记它。在7月5日乌鲁木齐大屠杀12周年之际，中国在东突厥散的系统性恐怖主义行径变成了种族灭绝。澳大利亚的反华抗议活动仍在继续。7月2日，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中国领事馆前举行了反对中国在东突厥散种族灭绝的示威活动。许多居住在阿德莱德的维吾尔人参加了东突厥散澳大利亚协会组织的抗议活动。抗议者在中国领事馆前高呼“关闭集中营”和“停止种族灭绝”等口号。澳大利亚东突厥散协会和东突厥散人权协会主席努尔穆哈默德·托尔克斯坦尼表示，他们打算继续这项运动，旨在向中国施压，反对中国在东突厥散的压迫和种族灭绝。据哈萨克斯坦独立媒体报道，近期哈萨克斯坦的反华情绪高涨。此前，社交媒体和当地媒体上有关中国公民来哈萨克斯坦购买土地、长期租赁农田、在哈建设中国工厂的消息，引起当地居民和活动人士的高度关注。最近，这导致首都努尔苏丹以及阿拉木图、阿特劳和阿克套等主要城市发生了大大小小的示威活动。此外，当地媒体继续报道，哈萨克斯坦公民在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馆前为东突厥散失踪或被监禁的亲属而持续抗议的情况。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称，英国海军的 HMS 巡逻舰接近黑海的克里米亚是挑战性的，并表示美国是这一企图的幕后黑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他参加的一个电视节目中谈到了议程上的问题。佩斯科夫评论英国海军军舰 HMS Defender 接近黑海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战机对其采取行动，并表示美国是幕后黑手。国际部队开始从阿富汗撤出后，塔利班袭击事件有所增加。据阿富汗凌云新闻报道，过去24小时，阿富汗13个区域落入塔利班控制，这些地区大多数位于阿富汗北部，其中巴达赫尚省被占领区域最多，达到9个。巴达赫尚省当局宣布，武装分子发动了武装袭击，在安全部队撤离后，一些定居点处于塔利班控制之下。巴达赫省位于阿富汗东北部塔吉克斯坦、东突厥散和巴基斯坦3国交界处的战略要地，珍贵的帕拉斯矿所在的省份还有黄金等贵金属。